做義務工作唔需要好多嘅時間，只要你肯付出一點嘅愛心，你就可以嚟做義工噶啦。一個關心，一個笑容，甚至一個問候，都可以帶俾人哋一個好大嘅鼓勵。千祈唔好睇小自己，只要你肯付出，就可以幫到人。我做義工嘅初心係常存感恩，用謙卑關懷嘅心，透過關懷、陪伴同埋知識嘅分享，去傳達俾唔同階層嘅人，可以表達愛同埋關懷。只要你願意，你都可以成為人哋生命入邊嘅天使，將呢一份愛成為人哋生命入邊嘅禮物。有時我哋做完義工之後咧，我哋啲服務使用者都會過嚟多謝我嘅，咁我都會同佢講，其實唔需要多謝我㗎，你只需要記住我曾經有人幫過你，你將來懷住呢份感恩嘅心幫翻其他人咧，就已經好足夠㗎啦。做義工咧，我係會以身作則咁去叫啲人去做義工嘅，同啲街坊介紹做義工其實好好㗎，可以學多啲技術啦，有啲可以學多知識啦。咁一個街坊咧又傳過另一個街坊，傳下傳下咧，街坊可以積埋一齊啦。我所獲得嘅幸福咧，係源自於我嘅祖父母同埋父母嘅辛勤付出。喺義務工作嘅過程當中，我時刻都懷住感恩嘅心，將每一次嘅義務工作都視為我報答佢哋嘅機會。